呢個靈係咩啊？係神自己，係佢嘅說話，係佢嘅大能，係佢嘅永恆。所以聖經有講到，神造萬物各按其時看為美好，又將永生放喺人嘅裏邊，又將永遠放喺人嘅裏邊。所以人係有永遠嘅。所以自然自己從父母嗰度承受咗軀體，你嘅成長，人嘅本性係好自然嘅。但係在基督耶穌裏邊成為新造嘅人，我加個章叫神言，神使其所以然。呢個人嘅成長唔同嘅，係有神嘅靈喺佢裏邊。呢個靈係一個特性嚟嘅。呢個靈本來我哋有嘅，但亞當犯罪之後，呢個靈離開咗佢。所以喺創世記第3章，耶和華神吩咐看守園宇嘅天使，唔准亞當夏娃再去伸手摘生命樹上嘅果子，免得他們永遠活着。冇，所以人就要死啊！死咗之後，如果唔係神施嘅憐憫，冇神嘅靈喺裏邊，佢要滅亡。直等到耶穌基督降生，道成肉身，顯明佢嘅創造大能，顯明佢嘅救贖嘅大能。喺呢個裏邊，以弗所書第2章話：我哋本來死在罪惡過犯裏邊，他使我們活過來。呢個活過來，你仍然吸嗰啖氣，但係裏邊靈魂甦醒，成為一個有靈嘅活人。所以呢個係神言嘅成長。